教子于房，也算是个老糊涂，龙眼失宝啦。哎呀，洪三夸，搿哪有没有得问一个？搿伊是芬芬外甥呢，还是内地婆亲啊？何况啊，伊是这个外甥，搿哪一生呢？搿么讲先生呀？搿哪一道理？哎呀，老夫人，侬倒是猜猜看，老夫人猜猜看。小丫头，我要老夫人猜猜看啊！搿朝代当中嘛，要是大兵的顶头，顶背道，不是个，东两道，啊，不是个，野兽道，更加不是哎。哎呀，搿究竟是啥个道理？哎呀，搿一定是师傅道懂嘞！哎呀，老夫人，侬是有猜又没得猜？搿究竟是啥个道理？喏，伊是龙虎道。龙虎道，不对呀，搿江西嘛只有龙虎山，搿何里来个龙虎道呢？哎呀，老夫人，伊是做了龙虎山上的道观噻。道观噻。难道伊出家啦？出家不出家不晓得，只见伊呀，头戴套帽，身穿套袍，手捧一张帽子头，还有两根帽子板，这是蹦，蹦这是蹦蹦，这是钢斧，唱子讨行噻。我啦，早就料到的嘛。我放假是桌上吃的，为啥这个种介个没才之身？老糊涂，伊偏偏要把我个宝贝阿囡许配了搿种介个穷鬼了。搿么现在人呢？就在外面。等我叫伊进来。啊，慢，小生我有请。晓得。会以为有搿张面孔来见我了，气死，真气死我！方大爷，请啊。姑娘在场，小侄方请拜见。陀文南无阿弥陀文，南无阿弥陀文，南无阿弥陀文。姑娘在场，小侄方请拜见。哎哟，我到啥里来个蓬莱道长？原来是我个侄儿子方宝贝来着哟。那红云山块，哪两个死丫头啦？搿人也不淡，天也不少，搿岂不是要把娃子方大爷个手吗？弄出方老爷个红袍。姑娘故传，求心必改。侄儿子啊，搿能清楚清楚啊！姑娘在场，哪有小侄的所谓？搿与我要问问，侬只管说动。是此告错了。红云山跨，哪两个死丫头呀？搿方大爷来了嘛，也不晓得早来通报，搿也好让老夫人们头顶相伴，出外归进。他现在归进来是嘛，岂不是又要被人家讲我是重复启禀啊？侄儿子啊，搿今朝周姑娘的要是有啥个不道之处嘛，侬是千万不要见怪啊！姑娘言重了。不对呀，搿我就上去年来的辰光是一副穷相，颗粒大小，搿今朝介来是红光满面，搿最雨最香，搿愁雨愁香。我有三块，老夫
哦，上言道，要知心中事，待天开中言。让我仔仔细细家去盘问一番。这叫做不明本事，明你听，不会从来不与成啊！你看我是能干过的呀，是的呀，阿青哦，我快弄死的俺原生啊更好，听人对待不撒毛，弄死自愿不得玩夜宵。小日子你永归。
个路女花仙张天开，她是我们一起的面山啊在，小灯可有大灯可，怪有行头三生。做过，古船没功名，古船没有功名啊！那侬没做官嘛？姑娘来了花天八罪，可岂不是便是取笑小子招手不管当啊！三胖，老夫人反复了起，花天出去就罪，等方大爷明年高中子再吃。哈哈哈哈哈！哦哟，搿不出啥，别晓得我汗毛里里打嘴。有啥好笑？我在笑你姑娘啊！笑我姑娘做啥？笑着的我啊，还没有讲完呢。侬还没讲完啊？刚侬再讲落去呀！说的是言嘛，乃是张天魁所讲。小人们岂会轻易听信呢？因此。我非要有了功名才来完婚，这叫做大灯后智慧，小灯快。可是啥？讲闲话半真半假，搿不要真个做子官了。阿青啊，搿听侬搿样子搿讲起来嘛。侬还是做子官个咯，一个小小的官儿。笑死我的呀！我说多做。阿青啊，搿侬一定是做子个大官噻！大官，可自家姑娘面前为啥我要瞒骗你？姑娘用笔。侬什么来讲？夜幕自有一下情，不管千里对自情。多承姑娘好教训，立志奋发去光明。不应中途与他道，强取好闹难插心。这名上你相依，才知道么七次梦生一句情。来了江西的东县，他却小船上进门。可真是放假祖上接的，菩萨保佑东哦！阿青啊，侬切手啊！说到吃了起在，做不做官还不晓得打嘞。阿青啊，你干嘛回来？姑娘，请听。你不在二月里，马里大街当花城，欺骗本上三场兵，金蝶传入长江流，天子门生三丁将，长远距离边防啊去。是啊，心情是300年，纷纷的尘。
把好懂啦。可是个不要了嘛。哎呀，那个死老头呀！我说准备上好个结果，快来上元歌。上元歌。阿青啊，搿姑娘是老早就困出，侬会做乖个啦。那搿样，侬抱出来应当。搿姑娘是越想侬是越有志气，搿越想侬是越会出山啦。侬赶快哦，将那个谷地由我再到结束地。哎呀，搿老糊涂啦！又还不肯来嘞，我是没办法，还叫个访问老总管阿得去个啦。好在好在，乃么侬组织管在，来同姑娘一道花天用在，花天用在。哎呀，姑娘，小时的话还没有讲完呢。啊，侬还没讲完啊？你看我再讲落去啊！姑娘，请听。正逢昔日情人长，同饮与子去山争。这十岁当君子，不言乱语骂他人。天子门生龙颜怒。阿青啊，看侬是草之何在？是啊，将帮亲隔着还想为子民，因此我帮亲还是去帮亲啊，没奈我留家我逃亲。看着我操上了，搿狗子半天还是个为什么？搿弄到真的是，搿桩事体我还不好讲个随随便便打嘴了。哎哟，把一些主管，一些不主管，哎哟，弄得我他们混头混脑打嘴。哎，我看伊虽然雨过兼办，不是叫你唱一曲道情，试试伊个真假。阿青啊，看我看侬虽然雨过兼办，搿侬是真个会唱道情咯。是啊，搿么侬唱一曲，拨姑娘听听看啊。姑娘要听好些，小着贞观献策这呀。方式分方式，唱得好，姑娘从容有赏；唱得不好嘛，做姑娘我也不会来牵挂侬个。姑娘一定要一听，定要听。此次小着献策了。我老早身上之年都来动听在。这雨过一秋，可以唤醒世间明灵堂。这肩伴一笑，可以提醒苦海梦中人。哈哈哈，听家庭，听家庭，乃没明白动静。要是闹过一年半载，何里会唱得介个欲板欲牙？我畜生，互相拔出动静。哎，我都要叫个老糊涂来看看伊个宝贝女婿哪来。来人啊，请老爷出堂。今天是你请我来的哦。是个，是我请侬来的，请侬来看看侬，一马再到举送亭面许终身的宝贝女婿。
许起来，起来！哎呦，这真是牛魔当女婿，个来动当黄金了。老糊涂，我请侬出来看看侬个宝贝女婿，如今学得一身好本领，会唱讨价妙曲，请侬出来呀，听听哦。哎，这道人有什么好听的？今天不听道人，且许家常。今天的道人啊，是非听不可，你一定要听，一定要听。那么好，也许你就与我大胆的唱来。是。哪门侬好唱嘞？父不成子，兄不成弟，少不成孙，妻不成夫啊！苏金兄啊，有哪子名不倾城不回心？啊，夫人，你可知道苏秦的故事吗？唉，可怜苏秦啊，当初也是得不到功名。全家人都困他不起哟。我听得懂哦，不要侬来解释，侬等我去找到。也许后来呢？到后来变了情，穷苏秦成了不归人，我奉相为家尊啊，啥子忙坏了一家人啊，不言少，头顶相陪会在十里亭啊，我也没笑去苏秦啊，可叹世间话语说情少，只剩一山多生情。啊，夫人啊，他唱得可好啊！好，唱得好啊！那么也许你再唱一曲。那就我不要听这。你不要听，我要听啊！不要唱一定要唱，再唱一曲。叹人生是离情，关中人呀到头顶，西边南坡情不成，是离之人是空城。好的，算侬为啥叫道人啊？侬随好来送我侬姑娘在，要是侬真个做主官，跟我了得。是啊，是啊。也许你枉做空门之术，立你为师，怎能冒犯正常典藏姑娘？真是荒唐啊！荒唐！老糊涂，这两句闲话倒还算中听的。也许你还不快向岳母大人赔礼？那就老糊涂啊！侬真了得宝贝阿囡，许配了搿种介个穷鬼呀！搿岂不是好娱乐荒酒，好花出了女分上贼？老夫你是已经把他弄在。好贼、上贼、血贼，上元一点拉头元贼，我就啥个都还没去呀！不亏你呀，你真是牛眼不识宝。哈哈，侬老眼识宝，识得搿样一个活宝贝，女婿唱道人，阿妈做道士婆，侬啦跟囡儿水水同理。老夫爷你休得啰嗦，也许既到来就该接受完婚。老糊涂，侬今朝一定要帮我退他搿门穷亲哦！一定不退，侬当真不退？不退就是不退。侬不退，我跟侬拼贼！老爷，启禀
禀老爷夫人，门外来了中军骑马等人，说是前来迎接七上新闻大人。去，哪里来个七上新闻大人？小婿高才，一句高才之言，小婿得中为民长院，清风节堂前场于此。请大人更议。众军此次更议此臣。现在可以退了啊！你要拼嘛，现在也可以拼了啊！哎呦，老爷，侬当我真的会快不去？我娘家点点亲亲的侄儿子啊！可当初啦，我是怕伊得不到功名，还用结交法接伊的呀。是嘞，你不退了，也不拼了。哎呀，老夫老妻们，我来生啥个好气呢？那么好，当初你可是有话在先，倘若延续祖国，你何不努力头顶香？哎呦，老爷，侬就不要再称呼当局者，我看侬啊，我还是进去换换衣裳，做侬个上人老头去。有啥好笑？今日小姐完婚，我还不快些做事？哎呀，凤芬快吩咐了去，上过灯结彩，红砖铺地。今朝我娘家点点亲亲的侄儿子，要到我个宝贝阿囡把当成亲在。我啦也要进去换换衣裳，捞捞面皮，做我个上娘去。